到我哋飛躍遊樂園今集首播，大家好。Hello。講主題之前呢，大家又知唔知道2026年呢第一個月政府又加價啦？梗係知啦，公營醫院由1月1號開始實施新收費啊嘛。係啊。嗱，今日咧準備好多內容同大家分享下嘅。咁主要咧就講一啲住院嘅服務收費啦。Mandy，你又知唔知道咧新嘅收費咧嗰個價格有冇變化咧？當然知道，仲整理咗個圖表俾大家睇睇先。院服務收費，急症病床入院費75蚊取消，改為統一收取每日住院費。每日住院費由120蚊加至300蚊啊，加幅係150%。另外就係放射檢查服務收費，非緊急放射檢查分為兩類，基礎檢查即 X 光啦，就係免費嘅。另外進階高端檢查，例如 CT、MRI， 收費係250同埋500蚊。不過要留意喎，呢類進階檢查喺公營醫院輪候期咧排期係比較長嘅個時間，所以醫生通常咧都會發出一個轉介信，建議病人咧去私營嘅檢驗中心度自行去檢查啦。拎住呢封轉介信去診所，一般咧都會有個折扣嘅。費用係大概2000至8000蚊不等，就視乎翻個部位啦，同埋個複雜程度而定。咁之後入院需要做手術，係咪又係免費嘅咧？嗱，要視乎翻公營嘅醫院啦，安排個手術咧，根據翻個病情迫切性。咁最重要咧就係講緊輪候，唔係講緊話我輪先就先，唔係嘅，係講緊啲非緊急手術。咁可能要等6-7年㗎。哇，太長啦！咁另外啦，唔係所有嘅手術都免費嘅喎。咁政府需要收取翻一啲咧物料費啦、成本費嘅。咁下邊咧公立醫院咧有個10大手術收費嘅。咁當中咧我就講幾個啦。手術項目參考費用：白內障手術8000至15000，換關節手術2萬至4萬。前列腺切除2萬至5萬，椎間盤切除25000至6萬。以上嘅數字咧就只供參考，實際嘅收費咧會因應醫院病情複雜嘅程度，同埋使用一啲物料而有所不同。最好咧就向醫院或者主診嘅醫生咧查詢最新嘅收費。以上嘅數字咧就只供參考㗎咋。實際嘅收費咧就因應翻醫院同埋病情嘅複雜性，同埋使用一啲物料嘅時間嘅話咧，所有都不同。最好咧就向醫院或者主診醫生咧就查詢最新嘅收費。咁不如同大家講下最常見白內障同埋換膝關節嗰個費用啦。好啊。嗱，白內障我相信咧好多人都知道咧，其實白內障咧都要換啲晶片嘅。咁晶片其實咧就真係海鮮價，因為點解咧？有唔同嘅晶片有唔同嘅收費，因為而家你知道啦，而家越嚟越先進啊嘛。咁政府係俾一啲基本嘅俾市民嘅。咁如果假設係私家嘅話咧，因為有好多咧新穎啲嘅晶片咧，令到個或者換咗晶片之後咧，可以咧比較長久啲，用得比較或者有機會舒服啲啦。咁另外啦，換新關節嗰度咧，有啲政府都係好基本，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咧，出邊私家有啲 package 嘅。咁大約around20萬到一隻腳啦，應該咁講一隻腳啦。咁但係咧最主要一樣嘢就話要視乎翻市民覺得需要邊一樣嘢就去選擇啦。總結啦，我今次嘅收費調整咧就主要影響翻住院同埋進階嘅檢查。而手術咧輪候嘅時間咧長，或者部分手術需要自費嘅，都係市民需要了解翻清楚嘅重點。如果有需要嘅話咧，咁其實都可以考慮翻私家嘅醫院嘅，減省翻一啲時間，可以減省翻一啲輪候時間啦。咁亦都係一個選擇㗎。咁我哋下一節咁我哋咧第一節就完㗎啦。咁第二節咧，我哋會同大家講下常見嘅都市病。